原创 MOC 假面骑士变形载具的第二弹。假面骑士555巧爷的专属支援摩托车，认人不认腰带的机动天马。实物还没拼出来，这期视频先来展示一下机动天马的变形结构。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麻烦点个赞呗。創出一色半照閃耀 Tell you the truth 最終勝負會有分曉我變身蒙面惡徒變勇叫狂風掃落葉邪魔給發現用上半天正義會把惡魔全滅風聲彷徨的一眾心聲，沒法子冷靜 ，No time to think。人類這刻有畏懼聲，最終一擊將黑心無情的魔獸追擊。是勇者最後不屈使命，留下世紀勇敢事蹟。The fight for justice。I believe 見到的人勢奮起，不准對方跑掉。Temperature rule 正方勝利，哪怕侵擾。駐守地球為正義，未忘掉。留心我陣營，團隊足以克敵，換上救兵。正義要將戰爭平定，聽到好急聲風聲彷徨的一眾心聲，沒法子冷靜 ，No time to think。人類這刻有畏懼聲，最終一擊將黑心無情的